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每日靈修，靠主得力，行事不灰心退縮。今日故事係加拉太書6章9節，我哋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今日小故事，有一個年輕人，最大嘅缺點就係向一啲事上，只要稍微有困難，就好容易妥協，唔肯堅持咁做落去。有一個晚上，佢爸爸俾咗一塊木板同埋一把好細嘅刀佢要仔仔響個木板上邊切一條刀痕。照着爸爸嘅指示切好以後，佢爸爸就將嗰塊木板同埋把刀就鎖喺佢嗰個櫃桶裏邊。以後每天晚上都響前一個晚上嘅刀痕上邊再切一次，如是者咁堅持落去，每晚佢都要響嗰個木板上嗰條深溝上再切一刀。終於到了有一個晚上，一刀落去就將木板切成2塊。爸爸話：你大概諗唔到咁細力就可以將嗰塊木板切成2塊啦，係咪呢？你一生嘅成敗唔係在乎你一下子用幾大力，而係在乎你能唔能夠持之以恆啊！我哋一齊默想呢個有智慧嘅父親，以實際嘅例子，讓孩子明白持之以恆必有所成嘅道理。你正在挫折中嗎？你靈修讀經時有時冇嗎？再加一把勁，你嘅每一份嘅努力一定會帶來長遠嘅影響嘅。我哋一齊禱告啊！我哋在天上嘅父，你係我哋嘅神，我哋需要你喺我哋嘅生命中，當我哋軟弱時加添力量扶持我哋。天父啊，我哋信心同耐心唔足，響遇到困難挫折時就會灰心想放棄。當我哋要讀經禱告親近你嘅時候，卻被好多事情干擾而停止。求聖靈幫助我哋，凡所當行嘅事都能夠堅持得完成，幫助我哋經歷神嘅恩典，信心更加堅強。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經文係加拉太書6章9節，我哋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